九妹家断货的纯银苗族复古耳环终于到货了，这个是我们新到货的一批，断货了半个多月，终于定做好了。很多宝宝如果说你们之前跟我订了没有发货的，记得提醒我给你发货。这是传统铝的仿制耳环，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戴这种铝的话，尽快让老人换掉，因为铝的耳环戴久了对身体会不好，吸收那种不好的毒素。戴纯银的话，银既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身体生病啊它就会发黑，身体健康的话它就会越戴越亮。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它又是吉祥、美丽、幸福、安康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戴这种银的话，也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正宗的一种回归。那很多宝宝担心这个只能穿我们传统的民族服饰或者盛装的时候戴才好看，其实穿我们日常的服饰也非常的时尚和摩登。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小的卡扣的，这个银针部位往下搭一下，往外面拉。这个银针它因为它的硬度提升了，你可以随便的放心的造，它变形了也没有关系，距离有1厘米左右就可以插到我们的耳洞里。插好以后卡进去，哎，轻轻一扣，它就扣好了。好，这个是戴好的状态，用你的2个拇指轻轻一卡，哎，它就卡住了。耳洞小的姐妹也不用担心戴不进去，卡进去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搭配一个我们苗族的一个手工刺绣的一个帽子，太阳帽，来拍一组我们有这种日常风情的苗族复古耳环的一个搭配造型。你看啊，小北的云那么闪亮，你听啊，谁在唱动人的歌谣？你看